干什么的？同志，我来送音箱设备，你们厂礼堂缺着药呢。下车接受检查。哎。 是运输大队的。哎，是。没有仪器厂的通行证不能进。哎呀，同志，我这是紧急任务。刚才不是你们有人打电话给市剧团说要借演出设备吗？我这也是临时被叫来执行任务的，也没人给我发通行证啊。那要不然你打个电话给你们领导请示一下，别耽误事儿了。你是不是市剧团送音箱设备的？哎，对，是，对。李科长，他没有通行证。吃药怎么样？没有异常。那就好。誓师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批音箱太重要了。你们俩押车，赶紧送往礼堂，别耽误时间。是。同志，你看。好的。哎，谢谢啊。辛苦了。放行。看好设备啊！注意设备啊！张局，目前各项安全措施都已经到位了，暂时也没有发现问题，一切都在顺利进行，你别太担心。没有问题，恐怕才是最大的问题。大门口还有礼堂门口，我们都安排了厂里边的老职工帮忙排查。别说是人了，就是厂里边谁家养的狗，他们都能喊出名字。报告。张局，过去。爆破组马三行踪不明，庞红梅说搜了他的家，并没有发现扎尔的任何线索。唯一奇怪的是，发现了一台自制的台灯，用的是汽车的灯泡，汽车电瓶供电。今天进厂的车辆有没有仔细的检查？张局，所有进入车辆的记录，除了厂里边安排去火车站接送专家，还有运送物资的外单位车辆，没有入厂的。对厂区所有可疑的车辆进行排查，通知各个厂门，从现在开始，任何车辆不得入内。是。干什么呢？把车赶紧开走，这儿不让停车，不要靠近礼堂。好嘞，同志，我卸完设备就走了。是做音箱的吧？怎么才来啊？两位师傅，帮忙先把音箱卸下来，等着测试呢，没时间了。公安同志，帮忙搭把手，谢谢。小心点抬这个啊！赶紧把车开走啊！好嘞。现在就看咱兄弟俩的了，磐石行动，胜败在此一举。哥，那事成之后咱们怎么出去？嗨，到时候全场上下都乱成一锅粥了，谁还管得着你啊？你现在就想着事成之后怎么过你的神仙般的日子。行，为了这日子，哥，豁出去了。干，走。同志，什么情况？刚刚接到厂里通知，任何车辆不得入场。这么说，一直都没有车进去是吧？刚刚有一辆给礼堂送音箱设备的车，音箱设备什么时候进去的？差不多15分钟前。那车出来了没有？一直没有出来。走。
怎么样？有发现吗？没有。接着搜。是。这边。走，这边看看。他们到底是进来了。队长，车斗里边没东西。你看，队长，去后面那看看。炸弹进来了。 7点半，誓师大会就要开始了。什么？谁把车放进来的？严查责任人。郭局，所有参加誓师大会的人一律不得入场，已经进会场的立刻撤离，把专家集中地方候场，严加保护。礼堂还要仔细的排查，卫生间、后台、控制室，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 张局啊，你看目前也不知道地道藏在哪儿，也找不到炸弹。为了专家安全，要不咱们取消这个誓师大会？誓师大会政治意义巨大，必须要召开，绝不能助长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。通知陈东升，大会推迟到8点，8点之前必须要排除隐患。是。 队长，是不是运输音箱的车出了问题？礼堂的音箱坏了，我当时一着急忙昏了头，就让他们进来了。这是我的错误，我写深刻检查。马三还有司机一定就在厂里的某个角落。丁姐，你去排查附近所有的车辆及建筑物。后梅是盯紧礼堂的外围。是。为什么不通知我？礼堂的音箱设备坏了，他们临时向市剧团借的音箱，我害怕影响誓师大会，所以。 我真没想到那辆车会有问题。音箱坏了，你排查过没？是不是人为破坏？我没注意。你身为厂保卫科的科长，连这点洞察能力都没有吗？对不起，队长，责任在我。行了行了，你赶紧去帮丁姐。是，把手电借我。预备，唱。 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！哎呀，嘿的一看不齐啊，嘿要把这个气势嘿出来啊，精神头，预备，唱。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！离开礼堂，马上离开！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建阳同志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礼堂再次仔细检查，大会延迟。请大家配合，马上离开！都愣着干什么呀？ 赶紧走吧，礼堂外边候场。快点，快点！该走了，走了，同志，快走2步，谢谢。出来了，定好了。哎，后卫，季大阳，专家组不是在会议室等候通知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出来透透气，这么多人还不安全啊？等等啊！
黄铜片的事解决了吗？是铅笔炸弹。铅笔？铅笔怎么做炸弹啊？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这件事儿，敌人已经进场了，我们要在8点前找到头。这马上8点了，难怪你这么担心礼堂，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个好机会。大洋，这儿太危险，你赶紧回去。好。季专家，红梅姐。看什么呢？季丹阳，锅炉房查过了吗？查了。那大烟囱呢？烟囱？烟囱怎么了？如果他们计算精准的话，可以定向爆破，炸到烟囱，可以直接砸到礼堂这边。哎，红梅，红梅。队长，怎么样？各个出入口我也都看过了，没有发现马三的身影。啊，专家组那边怎么样？郭局长在那边带队，亲自守卫。队长，队长，红梅去了锅炉房，季丹阳也跟着过去了。锅炉房。走了，跟我来。同志，有没有看到其他人来过这儿？哎呀，这脏兮兮的地方，谁来呀？马三。哎。红梅，红梅，大西，大洋，大洋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红梅，大洋，这怎么回事？大洋他怎么了？他被吓到了，这里有炸弹，他们要炸烟囱。炸烟囱，快找炸弹！是。没事了，这里交给我，你先回去。你看他身上的油渍，肯定是拔彻底筋的厂。是。红梅，你们怎么发现的？是丹阳想到了烟囱，所以我们过来发现了马三。队长，找到了，在上面。行不行啊？一个人？我能解决。好，注意安全。丹阳，丹阳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先回会议室。我送你回去好不好？不用。队长，5公斤，差不多。把炸弹拆开看看。拆开。嗯，好。
这怎么都是煤渣？这敌人啊，也不简单呐。他们这是故意拿烟囱来做掩护。童兵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卡车上发现那个黄铜片，跟咱们之前发现的一样，所以特务定时应该还是20分钟。我们的安全时间还有12分钟，还有12分钟，誓师大会就要开始了，时间紧迫。走，是。队长，有发现！快看看！你看，这个井盖有人动过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通向礼堂？这就是一根热水管道，直径30公分，人进不去。热水管道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边连着锅炉房，的确没有问题。不对，之前图纸上标注的，这里明明是一个直径30公分的热水管道，什么时候被改造的？这管道通哪儿的？你还有印象吗？公共澡堂、食堂，还有礼堂。礼堂？红梅，队长，这方面我是专业，我去。长生，马上向将军汇报，派人盯住各个出口。是。这什么情况？怎么能这么大？这边。礼堂大厅在左边，那边是舞台。我走左边。那我走右边。哎，头兵，小心一点，那边有情况随时喊一声。好。行了，走。哎，过来。走，去那儿看看。哎，咱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主公啊，咱们这还没开始干活呢，就有敌特分子混进厂里了。我之前听说厂里还丢了5公斤的炸药。5公斤炸药？参销机甲本烈性炸药吗？威力得有1枚卡秋莎火箭炮的破坏力了吧？76毫米高爆炮弹装药1公斤，1颗手榴弹装药50克，5公斤，相当于100个手榴弹同时爆炸。丹阳，敌特分子已经进来了，但丢失的5公斤炸药还没有找到。主公，这敌特分子明显就是冲我们来的，这个会还开吗？主公，郭叔说的对啊，敌特分子确实是冲我们来的，这恰恰说明我们水滴工程的重要性。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躲在这里。我们要出去，和大家一起面对。我们要让敌人知道，几个宵小之徒绝对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。小心啊！这边。
车的破坏不知道啊。要不马上忙起来，一个校长现在校长人员非常，要不然我们为了太上头。报告，专家们来了。哟，潘厂长，楚公啊，哎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楚公，会议室那边安排的有专人们保护啊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单独保护，即便是有危险，我们也要和大家在一起。伯爵，你看，这里安全。楚公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快抓住迪特，保证大会顺利召开。谢谢。跟上。来。反正工程师都来了。是啊，哎，那穿中山装的谁啊？听说他就是这次工程的总工啊。是吗？楚公啊，你给我们大家讲两句，鼓鼓劲儿，还能消除一下大家的紧张情绪。好。同志们，安静一下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我们的专家团队跟我们站在一起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。下面，我们请楚怀修总工程师给我们讲几句话，大家欢迎。5公斤炸药全在这里了，真的是简笔炸弹。队长，炸药马上就要失传了，这里太危险了，原路返回。来不及了，必须马上拆除。队长，我们一人负责一头。好。大家应该知道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敌特分子的破坏和恐吓，而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水滴工程充满了信心和勇往直前的勇气。山崖的断裂是它的挫折，却成就了壮丽的瀑布。水滴组成了河流，终将汇入浩瀚的大海。谢谢大家。主公说的真好。是啊，热血澎湃的。通知礼堂，推迟10分钟。是。队长，太远了。报告局长，危险解除。看仔细点啊！全场上下都在找马三，这时候找我，什么意思？壁虎应该跟你说了吧？你得安排我进场。你知道寒食计划的重要性，
这最后一哆嗦了，你不帮忙？原计划里没有这一项，我拒绝。芊芊的命不想要了。你再跟我提芊芊，我现在就崩了你！别动不动就掏枪，计划若是失败了，我们这些人的下场也很清楚。帮帮忙吧，李科长。哎，你们3个往那边巡逻。是。你是不是想害死我？怎么还不爆炸2分钟之内必响。赶紧的，想办法带我出去。跟我走。快点！山上每隔200米都有岗哨，能不能跑出去就看你的造化了。你必须马上离开龙门，以后我们不必再见。未必啊，李科长。走了。谁啊？谁动？叶队长，我没事，别管我，赶紧追！跟我来，是。专项组的同志们还没有到，楚工啊，我建议请专家组的同志们给大家唱首歌，鼓鼓士气，怎么样？唱歌啊，应该没问题吧？队长，一会儿咱们上台给大家唱首歌，就像火车上一样，你们上去以后把那个精气神都唱出来，好吗？没问题啊。我们唱的都不太专业。要不咱们找个领唱，然后我们跟着唱。要不楚工，就你来领唱。不行，还是媳妇儿吧，媳妇儿我不行。来吧，媳妇儿你来吧，来吧，媳妇儿来。楚工，哎，我建议让白慧同志领唱吧，他唱的可好听了。白慧，对，白慧同志在哪里啊？在这儿呢，白慧在这儿呢。哦，白慧同志，来站起来。快起来。白慧同志是我们厂医院的护士，白慧同志，就请你领唱，带我们专家组上台唱首歌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好，好啊。领唱不是电视里吗？你没听到人家要点名吗？你听过白慧唱歌吗？没有。那个跟专家组能配合好吗？你看，肯定在。汇聚成铁流，献功赴同舟，青春中化成星斗。温暖在心头，那片俊俏的山崖，长满了白花。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。如果刚才我们任务失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别想这些了，我们的使命不就是保障他们的安全吗？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愿只愿征途也无涯。此生终与你崎岖过断桥，坚定作家，把梦化作马。
同志们，我现在宣布，水滴工程誓师大会正式开始。仔细找。是。走，哎，这边。走。这边。谁呀？白大夫，看个急诊。哦，来了。哎，白大夫，我只能来找你了。什么意思？枪伤啊！我这不治枪伤，要不你看你是不是去大医院，或者去自首啊？我去那儿就是个死。我知道你的医馆是我活命的地方，你什么伤都能治，帮个忙吧。你别逼我呀！你，白大夫，我知道你是谁。治不治吧？哎呦，忍着点儿，没少流血啊。妈，忍住啊！好。你既然知道我的底细，你就应该明白，你手里拿着的东西，在我面前连烧火棍都不如。既然呢，我给你治了伤，你是不是也该回答我的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怎么知道我的底细呢？许文正，他是我的长官，你给他治过伤。许文正认反的时候，不是被镇压了吗？还有你们的主子，这都跑到台湾多年了，也就你们这些小喽啰还在这摇旗呐喊，何必？这你比我清楚。上了这条船，下得来马来。还真不一定这样。你看看你现在变成这样了，你那些同伙呢？难道你的死活没人管吗？什么意思？套我话呢？我没同伙。今儿我得在这结束一下。我这是小诊所，不是客栈。走吧。你当家伙呢？你打发要饭呢？啊？
主任，罗门来电。不用念了，要是好消息，我们早就在这儿举杯庆祝了。那你来说说，这次失利，问题出在哪里？学生以为，应该是人员配置上出了一些问题。这次行动如果再多一个人，或许是另外一番局面。人多了有用吗？要靠智慧。当初国共军力如此悬殊，我们不是还是被赶出大陆了吗？永远不要小瞧我们这个对手。这么多年你也看到，只要他们下决心想做的事，都难以阻挡。水滴工程恐怕也会这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足够的耐性和耐力，切勿操之过急。学生谨记。告诉雪狼，务必消除一切隐患，也包括张阿水吧。是。这次没有得手，我看就不要急于求成了。以现在中共的力量，短时间之内想再得手，亦无可能。你想想，中共这么大的一个工程，我们靠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就算你今天把楚怀秋杀了又怎么样呢？本来就敌众我寡，如果再有损失，那我们就更加捉襟见肘了。啊？爸，我回来啦！哦，回来了。爸，我今天演出反应特别好，好多人都给我鼓掌呢。哦。爸。啊？这怎么有血呀？在这儿。爸。哎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都几点了还大呼小叫的。爸，你手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刚才收拾仓库不小心被锯条给划了一下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你给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来来来。行，没事儿，就是划破个口子嘛。那你疼不疼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疼不疼的，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啊？这不包好了，放心吧。哎呀，你这画成这样，这快去把脸洗洗吧啊！今天演出装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演出怎么样？好呀，就是你没看见。哎，再找机会呗。你真不疼啊？不疼。哎呀，行了，快去洗脸吧。那我明天再给你们看啊。快去吧。早点休息。现在呢，已经可以断定了，那个逃跑的特务就是这个张阿水。他受了枪伤，是需要治疗的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的医院都没有收到枪伤患者的报告。他要想活命的话，必须要去小诊所或者药店。我已经派人严查了，专家组的人已经都基本到齐了。庞红梅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要保护专家组所有的人，确保水滴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。
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于沉默表达。汇聚成铁流，献功夫同舟，青春中化成行动。